澳門美高梅聯合美斯美高梅帶嚟矚目高光宴會展。澳門美高梅全新多功能活動空間百寶箱首次公開亮相，1000平方米空間，3面共500平方米，7米高超高清 LED 顯示屏，劇場級影音系統，靈活座位，最多可容納近800位賓客。宴會、企業活動、產品發佈都啱用，功能超強大，仲有超多場地選擇。總面積超3000平方米嘅無主式宴會廳，室內外結合設計嘅圍天閣，多元空間靈活搭配，滿足婚禮、慶典派對等不同需求。現場超21家供應商提供一站式服務，全方位呈現高端宴會美學。專業團隊量身規劃流程，從場地設計到餐飲安排全面細化，打造專屬高光時刻。想籌備人生高光時刻，記得4月24到26號嚟美高梅高光宴會展，發掘專屬你嘅理想慶典方案。